主后2023年1月1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大会甲无处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创世纪14章第1节到24节。伫暗拿辉做示拿王，阿略做以拉撒王，基大老马做以兰王，提达做哥印王的时，因联合来攻打索多玛王比拉、俄摩拉王比沙、阿玛王示拉、西边王先以别，以及比拉王。比拉就是索尼。迄些个王拢来西定山国会合，西定山国就是现在的沿海。因互基大罗马统治12年久，到第13年背叛。第14年，基大罗马带遐个甲伊结盟的王到阿斯塔略、加陵。太阳利法音人，伫哈贝太阳苏西人，伫基列丁平原太阳伊米人，伫以东山区太阳何利人，一直到瓦郡旷野的伊勒巴兰，因倒转到温密巴，就是加底斯，攻打阿玛力全地区，甲住伫哈西顺、塔玛的阿摩利人。对安尼，索多玛王、俄摩拉王、阿玛王、西边王、比拉王，比拉就是索尼，拢来西定山国排阵，要甲因交战，就是甲以兰王。基大罗马、哥印王、提达、示拿王、暗拿辉、以拉撒王、阿略交战，4个王对抗5个王。西定山国有真侪达玛加坑、索多玛甲俄摩拉这2个城的王逃走。跋落去迄内面，其他人逃走去山顶。迄4个王将索多玛甲俄摩拉的财物以及粮食拢抢走，做因去。阁将阿比兰的侄仔罗德甲伊的财物拢抢去。迄时罗德住伫索多玛。有一个逃走的人来甲希伯来人阿比兰报告这个消息。迄时阿比兰住伫阿摩利人曼利的上树遐。曼利、以实国甲阿乃拢是亲族，有甲阿比兰结连。阿比兰听到伊的侄仔互人掠去，就带遐个伫因兜出世、受训练的壮丁318人，对入迄4个王到蛋。到暗时，伊甲伊的部人分队攻击对敌，甲因入到大马士革北边的河坝。伊将所有互因抢去的财物拢抢倒转来。嘛将伊的侄仔罗德甲罗德的财物、妇女以及其他受掠的人拢抢倒转来。阿比兰知影基大罗马以及伊结盟的王倒来时，索多玛王来沙米山国迎接伊。沙米山国就是王的山国。至关上帝祭司撒冷王麦基洗德嘛带饼甲酒来，甲阿比兰祝福，讲愿创造天地至关的上帝赐福互阿比兰，愿互阿比兰知影对敌的至关上帝得到称赞，
阿必然将拢总所得到的1/10送互麦基洗德。所罗马王甲阿必然讲：人交互我，财物拢互你。阿必然甲所罗马王讲：我记上主创造天地至悬的上帝咒詛，你所画物，连一条线、一条下带，我拢毋摕，才免你讲，我互阿必然好额。毋过，壮丁的粮食你着补我，甲我做伙去的阿乃以实国万里应得的份，着出在因体。大会甲无处，落地甲阿必然分手了后，就住踮伫索多玛即个看起来富裕的地方，煞因为4王甲5王的战争，互伊受卷入去内面，最后夭互4王掠去。阿必然听到即个消息了后，真紧就邀集伊的盟友万里，甲伊的兄弟以实国和阿乃，搁迅速调集家族中的战士，同齐展开抢救罗德的大作战。因一路追赶4王，直到甲罗德和伊的家眷财物抢救回来。对遮通看见，阿必然对德拉罗德的关爱偌尔啊深切，就算两个人已经分开徛起，阿必然也犹原关心罗德的情况。一知影伊互掠去的消息，即时采取救援行动。咱检也捌有类似的经验，当咱在意的人遭遇到受掠的情况，检采是步入金钱有限的漩涡，检采是受情绪有限对落，还是互搁较大的罪恶所掠条，咱是盘手冷看，还是会亲像阿必然共款挺身援助，想尽办法要甲因对受掠中拯救出来咧？阿必然并毋是单枪匹马作战，是率领有能力征战的战士和盟友斗阵行动。对遮通看见阿必然的谨慎小心，先有计划，才有行动。搁较重要的是，阿必然的行动背后有至悬上帝的同行甲祝福。当阿必然凯旋转来时，撒冷王麦基洗德毋但为阿必然祝福，也上赞迄互阿必然得胜的至悬者上帝。后来，索多玛王要甲战利品互阿必然的时，阿必然拒绝，敢若要求王甲战争中所开费的还互伊，其余的拢毋免，也替盟友争取应得的报赏。多数人哪会通得到奖赏？真少人袂无欢喜要接受的。总是阿必然真清楚，伊的征战毋是为着王，是为着德拉罗德，所以伊无趁机会加体，敢若坚持摕出本应得到的部分。虽然安尼，阿必然也无要求所有的人拢着对伊，伊也为着盟友来争取因应得的份额。阿必然无为着家己谋利，只有为着别人谋取利益。这拄好甲咱常常拄着的情况是无共款的。人往往真容易陷入伫金钱的迷惑，还是为着家己要谋取更较大的利益。特别伫即几年伫疫情的影响下，经济衰退，物价飙升，人对金钱更较是斤斤计较，
来通加得寡利益，谁会主动放弃呢？伫即种情形下，人却更容易受骗。掠做会通得到搁较济，反倒转得不偿失。敢普济诈骗的事件就是上好的例证。必然讲，只要甲伊开胃的，互伊就好，其他的我拢毋摕。这有点仔像称款的时阵，照实支实付，毋是付宝涨款。这也是咱通学习基本的标准。无论伫甚物款的积分，拢毋通都无属于家己的利益。默想，当我所听的人陷入迷惘困境的时，我通用甚物方式救伊脱离困境？伫我的积分，我敢会坚持干那提取该摕的部分，无贪图无属于家己的利益？当我所听的人陷入迷惘困境的时，我通用甚物方式救伊脱离困境？伫我的积分，我敢会坚持干那摕家己提取的部分，无贪图无属于家己的利益。做伙来祈祷，充满能力的主，愿我会当诚侪守护者为受苦的灵魂征战，搁愿我会当时刻省察家己，照你的喜悦行做，无为家己加求讨甚物，是信靠你的赏赐的确够额我用。奉主耶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